喂，你有冇發現啊？有啲人做嘢咩都掂，無論係升職、賺錢、拍拖，樣樣都順。但係自己點啊？日日喺度捱啊，日日都咁努力，點解都好似樣樣都唔順嘅呢？嗨，我係書豪，歡迎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。今日呢一集呢，就有啲唔同，今集唔係講書啦，係講一個人，而且唔係普通人。係世界級嘅傳奇人物啊！股神巴菲特喺佢嘅一生堅持三樣好簡單，但係亦都好關鍵嘅事。佢話如果你唔做嘅話，你嘅人生就好大可能棘住噶啦。就算你點樣努力，都好似行唔喐噶。我哋不如一齊嚟睇下佢講咩呢？而心理學又點樣解釋呢？我會再加埋好貼地嘅生活例子啊，等你可以即刻用得着啊！聽到呢度，拜託你幫手撳個 like，subscribe 埋8分鐘一本書，每集幾分鐘，等你可以喺忙碌嘅生活裏邊吸收多啲嘅智慧。今集嘅主角巴菲特係全球最勁嘅投資者之一，淨係靠股票致富，身家過千億。但係佢原來最重視嘅唔係股票，而係點樣做人啊！今集就話你知佢一生信奉嘅3大原則啊！巴菲特話人生一定要做嘅3樣嘢，第一樣，投資喺自己身上就永遠都唔會蝕啦。佢係咁樣講嘅，你可以輸晒啲錢，但係你腦入邊嘅知識係冇人可以拎得走嘅。我哋又睇下心理學點樣講啊。喺 Maslow 嘅需求層次理論話，每個人最終極追求嘅係自我實現，即係唔係話賺夠錢就算，而係要活得越嚟越有質素、有深度。有個學生問巴菲特，究竟買邊隻股票先至可以賺得最多呢？佢冇答買邊隻股票呢個問題，反而佢話你應該投資你自己，尤其係你嘅溝通能力啊！如果你係打緊工，日日返工放工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重複、好悶。但係如果你肯每日學一啲新嘅技能，例如拍片、剪片、AI 嘅軟件咧、演講或者理財，喺幾年之後可以同你講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條路完全唔同咗㗎喇。而你最近學緊啲咩呢？不如留言話俾我知啊！第二樣，揀啱嘅人同你一齊行，好過你自己瞓身去衝啊！巴菲特話，你人生最重要嘅選擇唔係買邊隻股票，而係你選擇邊個做你嘅伴侶啊。Jim Rohn 講過，你就係你最常接觸5個人嘅平均值啊，即係話你身邊嘅人會潛移默化咁樣影響緊你點諗嘢，你點樣做嘢，同埋你點樣生活㗎。巴菲特嘅太太 Susan 對佢嘅影響係好大嘅，唔單止支持佢去投資，仲推動佢去做慈善，建立佢自己嘅人際圈。佢話如果你揾啱人，你會飛得更加遠。你想象下，當你創業或者你想轉行嘅時候呢，如果你身邊嘅朋友淨係識得潑你冷水，喺度話你唔得㗎啦，咪玩啦，呢一類嘅說話都一定會打擊到你，令到你冇咁有動力㗎啦。如果調翻轉，你個朋友同你講，我支持你呢個諗法啊，我覺得你一定得嘅。你聽完呢句說話，你嘅動力即刻倍增啊，係咪啊？你有冇一個成日支持你、推動你向前嘅人呢？tag佢出嚟啦 ，subscribe 埋我哋嘅頻道啦。第3樣，承諾係值千金㗎，講咗就唔好反口啦，秘密千祈唔好通街唱啊！巴菲特話：你一旦開口承諾咗人哋，就要當自己已經簽咗合約㗎啦。心理學有種現象叫做 betrayal effect， 信任違反效應啊！人哋一旦覺得你係唔守承諾嘅，或者係泄露秘密嘅，佢哋失望嘅程度呢，會比起其他嘅錯誤呢，會高好多㗎。因為佢哋覺得你背叛咗佢啊。
有一次，一個創業家叫阿 Sam 同佢嘅朋友 Peter 講起一個新嘅 project，佢叫 Peter 千祈唔好講出去啊。點知過咗幾日，件事竟然俾第三個人知道咗啊。雖然 Peter 只係同佢一個好 friend 嘅朋友講咗，但阿 Sam 從此之後就再冇同佢分享過任何嘅內幕啦。做人呢，就係靠信任嘅，講得出就要做得到，承諾就係等於責任嚟噶啦。而秘密就係信任嘅試金石嚟嘅。你答應咗朋友唔講佢嘅私事，結果唔小心講咗俾第二個人聽，結果俾你嘅朋友發現咗，因為呢件事從第二個人嘅口中傳返入佢隻耳仔啊。跟住你同你個朋友講，我淨係講咗一個咋，但已經足夠徹底打破咗你同佢之間嘅信任啊。下次無論你講得有幾咁誠懇，你個朋友都會喺度諗，佢究竟會唔會再出賣我呢？你有冇遇過啲人唔守承諾，爆晒你啲秘密嘅呢？而你又知唔知道守住一個承諾有幾咁重要呢？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事啊！撳個 like 支持一啲講得出做得到嘅人啊！我哋喺度總結返巴菲特做人嘅3大原則啊！第一，要投資自己，學識係你最穩陣嘅資產啊！第二，要揀啱人，好嘅拍檔會令你飛得更加遠。第三，要守承諾，信得過你，先會有人肯帶你飛㗎。巴菲特呢，佢有一個習慣啊，就係佢每日最少都會抽5個鐘嘅時間嚟到去睇書。佢話知識就好似複利咁樣啊，日日累積嘅，將來就會變成爆炸式嘅增長㗎喇。聽到呢度，我相信你會係真心想進步嗰種人嚟嘅。拜託你撳個 like 支持下啦，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有共鳴係邊一點呢？我係書豪，多謝你收聽8分鐘一本書。記住，投資自己就永遠都唔會蝕㗎喇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